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呜呼！成名。君子无忠实之间为人，造次必于世，颠沛必于世。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吾以上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与人以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谓之见也。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知之仁矣。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子曰：日至于道，而耻21、20者，未足与义也。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敌也，无莫也，义之与弊。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行，小人怀惠。子曰：访于利而行，多怨。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柔为可知也。子曰：生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为。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子曰：是父母积谏，见志不从，又敬不为，劳而不怨。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子曰：3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此公之不待也。子曰：以曰失之者，贤矣。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信。子曰：德不孤，必有邻。子游曰：事君硕，思路矣；朋友硕，思书矣。恭诵弥勒救苦真经。佛说弥勒救苦经，弥勒下士不非亲，灵宝齐鲁灵山地，拈花印正好山胜。落在中原山心地，大正是川王陶勋，天真收元挂圣号。
时至点神兵，云雷震开雾即图，天下神鬼不安宁。今在人天中华母，九连圣教徽上圣，天花老母垂玉线，周原显化在浦东，南北两极连中续，混元古彻在中央，老母降下通天窍，如影山前对儿童，婴儿要想归家去，此念当来弥勒经，用心持念佛来救，朵朵金莲去超生，是得西来白杨子，香而点铁化成金，每日至经常持念，三灾八难不来侵，要想成佛请礼拜，常持聪明智慧心，修听邪人胡说话，劳酸益马念无声，老母降下真天咒，用心持念有神通，满天星斗都下世，五方列仙下天宫，各方城隍来对号，报是灵童查得清，三官大帝慈悲助，赦罪三朝救众生，救苦天尊来救世，钦点文部接地神，八大金刚来护法，是为大救众生，引领36元将，500官紧随跟，扶助弥勒成大道，保佑香儿安宁。北方真武为将帅，金脸红发显神通，可喜照其遮日月，头顶山罗七宝星，威震北方为帅首，入清诸二挂甲兵，搭救援人香儿女，火光落地化为尘，日海龙王来助道，各驾祥云去腾空，十方天兵护佛将，保佑弥勒去成功，弘扬了道归家去，转到三阳弥勒尊，吾皇赐令记下生，收服难言归正中，来往道下严重，传下当来大藏经，婴儿刹女常持念，邪神不敢来近身，十念一变神通大，十念两变得超生，十念三变神鬼汉，王两邪魔化为尘。
成，修持节内循路径，念起真言归佛令。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10叩，1叩，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手。太详祈福诵经回向文。弟子姓氏姓女，请各报自己姓名。姓氏陈美香。弟子沈龙洲。愿将以上诵经功德，愿将以上诵经功德，功转成，回向于天地，回向于天地，回向于祖先，回向于祖先，回向于父母，回向于父母，回向于子女，回向于子女，恳叩请辞，弥勒祖师，南海古佛，济公活佛，月会菩萨，慈悲做主，祈求战争止息，世界和平，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所自导，正持昭格采纳，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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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各位天贤慈悲，后学今天学习到这边，祝大家有个美好夜晚，谢谢。好，感谢美江处长为我们导读。好，各位天贤晚安，拜拜。连任晚安，经理晚安。经理晚安，连任晚安，再见。各位天贤晚安。感恩啊，感恩天贤慈悲啊，晚安大家晚安。感恩护天人慈悲，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各位点传师，各位连任，各位副连任，各位组长，各位坛主，各位讲师，各位前贤们，大家晚安。大家晚安，大家晚安。
嗯嗯
探险队以外拍到恐怖画面。第一名吓坏科学家，警告千万不要去。在神秘的原始森林当中，充斥着很多神奇的传闻，也充斥着很多神奇的发现。它们的出现突破人的认知范围，有的生物要比飞机还要大，有的河流竟会自然的沸腾，也有着传说中早已失踪的黄金古城。第一名更是一个传说中的种族，他们似乎是被诅咒的存在，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今天就带你一起看看原始森林意外拍摄到的10个惊人发现，相信一定会让你大感震惊。第10名，黄金古城。在上个世纪的大航海时代，所有的资本主义帝国都先后派出了多支探险队和船只前往世界各地去找寻黄金的踪迹。根据传说，有着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叫做印加帝国，这个帝国所有的宫殿和房屋都是用金银进行装饰的。它就位于哥伦比亚的丛林深处，在丛林深处有着一个瓜达维拉湖，据说这个湖泊当中就埋藏着这座黄金之城。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哥伦比亚政府就已经派遣了军队和当地的民兵组织去保护属于他们的财富。此后，哥伦比亚政府也先后派遣了多支搜索队前往湖中去找寻黄金。经过前后几轮的搜寻，也确实在湖中打捞出了金币和金砖这样的物品，但是并没有大量的收获。据士兵所说，这个湖泊非常的深，大量的物品应该在湖的底部，湖泊底部的能见度非常的低，目前还没有办法开展有效的搜寻。不过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个湖泊当中确实掩埋着黄金之城千百年的秘密。迄今为止，湖泊当中的秘密仍在等待人们的发掘。虽然被当地政府严加看管，但是仍然有很多探险爱好者悄悄潜入湖泊旁边，自行搜索黄金的踪影。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找到更多的黄金了。这样的秘密仍然等待着诸多探险爱好者和历史学家发现。第9名，沸腾的河。在秘鲁的亚马逊丛林当中，有着一条神奇的河流，这条河流就像是水煮开了，沸腾一样，终年都是温热的。这条河流平均温度在86摄氏度，在这个温度下，人类是没有办法接近的，因为一旦进去就会被烫伤。沸腾的河流，河面宽25米，水深在6米左右，整个流域面积将近6平方公里。这条河为什么可以沸腾，也引来了诸多自然地理学家和环境学家的好奇。有的专家学者说，这条河流是因为火山的原因才会终年沸腾，但是实践发现离这条河流最近的火山在700公里开外，无论是地脉影响还是地心的热量加持都是不切实际的。又因为这条河流温度较高，常规的检测仪器和人类根本没有办法下到河流深处进行探究。通过对上下游河流的检测，发现在这一块的地表深处有着诸多的缝隙，接线缝隙的深度非常的大，最深的缝隙可以通往地核表面，也就是说地球内部的温度会通过这些缝隙传导至地表，这也就造成了这条河流终年处于沸腾的状态。生物学家也在沸腾的河流旁边采集了一些微生物样品进行基因测序，发现在河流下有着一些全新的生物物种，这些物种极其的耐高温，不会在河流当中被煮成浆糊。河流当中仍然潜藏着大量的秘密，等待着人们去发掘和发现。第8名，神奇的鸟蛋。在13世纪有着这样一个神秘的传说，根据探险家马可波罗的记载，他曾发现过一只巨大的鸟类，这个鸟类翅膀张开将近有20-30米，一根羽毛就要有10米左右，它的体型硕大无比，可以将一只大象轻松地抓上天。这种鸟类也被称之为象鸟，但是这种生物是否真实存在，也引起了诸多专家们的怀疑。不少生物学家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始了搜寻。在上世纪60年代，非洲马达加斯加的丛林当中，来自英国的生物学家戴维·费雷德里克找到了一个神奇的鸟蛋。这种鸟蛋要比常规意义上的鸟类的蛋要大上很多，就连世界上最大的鸵鸟蛋跟它相比都是相形见绌。这类鸟蛋它的碎片厚度就已经超过了1厘米，而且蛋壳外表的强度非常的坚韧，极不易断裂。这个鸟蛋到底有多大呢？它的大小就如同刚生下来的小牛犊子那么大。通过碳元素基因测序检测发现，这个鸟蛋正是来自公元前7世纪左右，距离今天已经经过了1300多年。根据考古生物学家研究发现，这个神奇的脑袋可能正是来自于马可波罗记述当中的象鸟，因为这种生物在距今1000年的时间就已经灭绝了，在时间上是完全符合的。目前这枚神奇的鸟蛋已经被英国牛津大学保护起来，相关的科学研究成果仍在进一步发掘当中。第7名，失落的猴神之城。在中美洲洪都拉斯的森林之处有着一个传说，那就是在这里有一个猴神之城，任何闯入
这个城市的人都将遭受到诅咒。正是出于这样的传说，著名的自然探险学家道格拉斯·普雷斯顿出于好奇就前往了洪都拉斯森林深处，寻找传说中的猴神之城。他也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本书，去记录自己看到的一切。所谓的猴神之城，这是原住民洪都拉斯人建造的一座城市。因为他们身处森林深处，对外界的信息获取量是比较少的，所以大量的原住民仍然保留着较为原始的生活方式。从外表上看，他们就像是一个原始人一样，也就是所谓的猴子。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这些人在欧洲殖民者的枪炮下变得不值一提，轻易的就将他们的家园损毁。原本60余万人的洪都拉斯原始人，在16世纪50年代左右仅存活了3.2万人。这些殖民者登陆之后，在洪都拉斯当地进行很多非法的操作，也就导致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受到了破坏，传播了大量的流行疾病。这些流行疾病也就成为了后人传说中的诅咒。救援探险家普雷斯顿自己从森林之处回来之后，就已经感染上了利氏蔓延虫病。这种疾病在他的发病后期会让他全身进行溃疡。跟他一同前往森林深处的其他探险家也都不同程度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疾病。第6名史前巨蟒。在2战结束之后，发生了一件震惊全世界的事件。这起事件的主人公英国的飞行员也拍下了一张足以让世人见到都胆战心惊的照片。照片当中出现的是一只15米长的巨蟒。根据后来专家的调研发现，这只巨蟒就是来自于史前生物泰坦蟒。这名英国飞行员雷尔多当时也险些命丧蟒蛇之口。根据当时任务的需要，他会同其他2名飞行员在刚果雨林上空执行任务。他们在飞到一处山脊处发现了明显的异常，山脊上出现一个三角形的巨大生物。出于警觉性的反应，雷尔多同其他2名飞行员一同飞到上空进行查看。这一飞不要紧，他所驾驶的飞机迅速被山脊上的生物缠住，无论如何都挣脱不了。另外2名飞行员第一时间就驾驶飞机向那个不明生物飞去，以抵近飞行威胁的方式试图让那个不明生物松开。在脱离险境之后，他们才发现那个不明生物竟然是一个巨大的蟒蛇，它的前半部分站起来足足有3米高，整个体长更是高达了15米。这种泰坦蟒蛇威力是巨大的，连一架580匹马力的直升飞机都完全拉不动。而且在那个时期也不存在着照片 P 图这样的科技手段，所以说这张唯一流失的照片也证明了远古巨蟒的存在。在2012年，某国海岸线上也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蛇骨骨架，这个骨架身长20米。据专家所说，世界上最大的蟒蛇体长曾经达到过130米，所以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上，龙可能也是真实存在过的。第5名，失落的金鸡城。在刚果国家内部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在刚果的核心深处有一个失落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地下埋藏着巨大的黄金宝藏和钻石宝藏。金鸡城的每一任国王，他们的使命和任务就是去保护这样的矿藏，不被外界的人所掠夺。随着时间的更替，金鸡城的发展也面临着土崩瓦解，最终掩埋进了历史的尘埃。但是后人却从没有间断对于金鸡城的搜寻。在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之间，美国有一支最著名的探险队来到了刚果深处，根据当地人的论述和一些相关文献的记载，找到了失落之城的位置。但是想要进到核心深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通过层层的阻碍，还要面对着一支由黑猩猩组成的卫队。这些黑猩猩卫队凶猛异常，见人就是扑杀，见人就是撕咬，整个探险队都损伤非常严重。他们为了逃出升天，立即选择了用炸药炸出一条生路。炸药爆破的巨大威力也造成了周边火山的喷发，最终这座失落的古城也再次消失在历史的尘埃当中。时至今日，仍然有猎奇的探险队选择找到这座古城，但是仍然是没有任何发现。这些关于宝藏的秘密也都成为了传说。第4名，史前生物。这世界上真的有恐龙存在，你相信吗？众所周知，恐龙早已经在6500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但是在非洲的丛林深处，竟然有人声称存在着史前生物。据当地人描述，他们所见到的这种巨大神秘生物拥有着像恐龙一样长长的脖子，还有蜥蜴一样的脚。当地人称它为摩克拉姆边贝，它是一种食草类的动物，攻击性不强，经常出没于沼泽和湖泊之中，鼻孔还会经常喷出气体，身长大约在5米至10米之间，颈部的长度能够达到1.6米和3.3米之间。同时它的尾部还拖着一个1.6米到33米左右的尾巴。从外观上来看，整体的皮肤颜色以红褐色为主，略带一些棕色，
第一次目击它的记录是在20世纪80年代，来自美国芝加哥的生物学家迈克尔在意外之中发现了这种一半像大象，一半又像恐龙的生物。根据生物学记载，根本没有这种生物的存在。随后，众多冒险爱好者都来到了非洲雨林地区去找寻这种类似于恐龙的生物。在几年后，刚果土地上就再次出现了刚果恐龙的踪迹，也有更多的人目击了刚果恐龙的存在，但是时至今日就再也没有见过它的踪迹了。不知道是因为环境的变化还是生存栖息地的变化，这种生物就像是从人间蒸发的一样。第3名，巨大的黑色虎蝠。在雨林深处潜藏着一种巨大的生物，这种生物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平常当中就能看见的蝙蝠，但是这种蝙蝠却体型大得吓人，它的外表看起来就像是一只狐狸，特别是脸部，就像是一只黑色的狐狸一样。这种蝙蝠站起来有正常男性那么大，它的双翼展开就有1.8米长，而且这种蝙蝠不仅仅只在夜间活动，在白天的时间里也会看见它们的身影。它们会出现在丛林当中的任何位置，并且仍然保留着蝙蝠的习性，倒挂在树枝之上。无论是何人见到这种蝙蝠的身影，都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据说这种黑色的蝙蝠一旦发觉有其他生物闯入它的领地，它就会主动向闯入的人发起攻击。试想一下，如此之大的蝙蝠向你冲来，这将是一种多么恐怖的场面。目前还没有关于这种生物更多的记载，相信在未来人类一定会对它加以研究，发现这种黑色蝙蝠背后更多的秘密。第2名，失落的巨人之城。人类真的是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唯一的生物吗？在此前的时光里，真的没有其他生物形式存在吗？这种疑问一直都是诸多探险爱好者和自然生物学家的心中所想。在2012年，厄瓜多尔的丛林深处发现了一座不属于人类踪迹的城市。这座城市当中所有用到的物品都要比人类所使用的物品大上很多。其中城市当中最大的建筑物是一座79米高、形状非常奇怪的金字塔。这种金字塔还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的结构和构造，在它的顶端是一块极其光滑的石头。根据研究发现，它的作用主要是祭祀。但是在这座失落的城市当中也有着其他建筑物，这些建筑物或为民房或为活动用的房屋，所有的房屋大小都是正常人类所使用房屋的2至3倍大，就连失落古城当中潜存的一些使用工具也都是人类正常使用工具的2倍大。如果是我们正常人类来使用，根本没有办法拿起来。在这里，一些古生物学家更是找到了一种类似人类的骨骼碎片，通过基因检测测序发现，它们也曾经是地球上生活过的一种生物，像人类一样拥有正常的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依靠着生物本能，它们铸造了这些比人类还要巨大的工具。这种生物的高度是人类的2倍高，也就是所谓的巨人一族。目前有关失落古城的研究仍然在进一步发掘当中，相信在未来一定会得出更多关于巨人一族的消息。第1名，盲族。在墨西哥的森林深处有一个十分神奇的原始部落，整个部落当中有70%的人口都是盲人。这种眼部失明并不是一种病症，似乎是一种诅咒一样的存在。部落当中新出生的婴儿，最开始也是拥有正常视力的，在2-3个月之后就会逐渐失去光明。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为神奇的一个部落，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近乎全是盲人部落。他们生活在墨西哥马德雷山区的原始丛林里，在数百年前，他们的祖先就是印第安人，为了躲避战争和灾祸，来到了人迹罕至的地方开始繁衍生息。在部落里，他们并没有正常使用的文字，甚至连语言都非常的少。为了探究这个部落当中为何会失明传染的这个问题，先后也派出了多支考察队进行探究，对部落当中所使用的水、食物以及风俗先后都进行了研究，发现部落当中一共300多人，2/3的人是盲人。通过对这些盲人的集中观察，发现他们都感染了一种寄生虫疾病，这种寄生虫名字叫做尾线虫。尾线虫会集中攻击人类的眼球部位，并且在眼部周围进行繁殖。当数量达到一定地步的时候，就会造成失明。这种尾线虫是从自然界而来的，它们通常潜伏在森林当中果蝇的身体上，在人类接触它之后，寄生虫就会向着人类身上潜伏寄生。好了，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以上原始森林意外拍到的10个惊人发现，哪个让您印象最为深刻呢？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您的观点。最后，请求一波喜欢和订阅。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不错，别忘了按下小铃铛，不错过之后的每期精彩视频。我们下期再见。请问成吉思汗和铁木真森林最可怕的10个惊人发现，探险队意外拍到恐怖画面。第1名，吓坏科学家，警告千万不要去。
在神秘的原始森林当中，充斥着很多神奇的传闻，也充斥着很多神奇的发现。它们的出现咦